来乡亲先来看，这实在是真恐怖，惊险是一瞬间。有一个乡亲日前驶车驶到国道3号南投的路段，常常看到头前有3台车连环车祸，甲中的车道甲内底线的车道拢占掉咧。因为是暗时啊，佮落雨，佮无路顶，视线真歹。这个乡亲是一直到离车祸地点前10公尺的所在，才发现讲头前有车祸，是紧急切换车道。 快速先切入去内底车道，再佫挖出来切到中的车道，外要惊死，拢流清干路，加载拢有闪过。啊，网友看到这个影片，拢讲这个乡亲哦，技术实在是有够好。早晨是暗时9点外，驶伫个国道3号，特地要到南投休息站的时阵，突然间。 头前的车辆连续拢做伙，其中2台车车身裂瘫痪伫咧中线甲内线车道。当时天色正暗，又搁落雨，视线真歹。吴先生是一直驶到离事发的地点10公尺，才发现讲代志大条咯。这有2台是就是横躺，然后第3台是在我记得前面没有很久，大概几秒钟的时间有闪，但是没有闪光，又闪没有闪过，撞到，然后300的速度失控撞到护栏。 吴先生看到2台车拢做伙，翻插伫咧路中央。第3台车为着要闪避去弄到边仔护栏，伊惊甲是马上来换车道，先是闪入去内线，搁切出去中线来闪避，才无造成对路。想起迄个当时真正是心惊惊，讲好佳在有闪过，啊若无就变成是第4台车。他当下看到说吓一跳，吓到差一点尿裤子，然后什么达人教的什么紧急开设法，当时都忘光光了，他只有直觉反应的处理闪过这样子。 夜间行车应减速慢行，并拉长车距，避免打滑。适度使用减光灯，注意车前状况。 虽然吴先生表示天色暗蒙蒙，也毋过是安怎台湾的高速公路无要设路顶咧。高公局进前针对类似的事件，捌表示讲，因为有安全性、生态影响、经费、用电量等等的考量，只有伫咧交流道、磅空、事故的热区、休困站等等的路段才有路顶的设置。若是规条路全部拢设路顶，一困仔暗，一困仔光，等等会造成驾驶目睭的疲劳。各地的警方嘛呼吁民众暗时或者是落雨，视线较歹的时阵，车速度一定要放好慢。当着状况嘛，莫马上来打动啊！只要油门小限咧，hand道路莫怕伤雄，就会当甲危险降到上低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